由多個部門組成嘅阻嚇販賣人口措施關注委員會開設舉報販賣人口嘅熱線，俾受害者同市民可以利用呢個渠道舉報、求助以及提供情報，加強打擊販賣人口嘅效果。販賣人口係增長速度最快嘅國際犯罪活動，受害人遭受暴力、欺詐或脅迫承受性剝削或勞役。阻嚇販賣人口措施關注委員會協調員黃全發表示，雖然澳門並冇直接牽涉入販賣人口嘅活動，但係由於澳門係區內主要嘅交通樞紐，人員流動性大，政府有必要做好預防販賣人口嘅工作。販賣人口呢？呢個係一個國際性社會嘅問題嚟嘅。咁喺法例底下呢，佢唔單純係人員嘅往來，咁亦都包括埋器官嘅買賣。咁其實呢，我哋根據警方嗰個報告呢，其實澳門嗰個販賣人口嘅情況一啲都唔嚴重嘅。黃全發透露，現正草擬新嘅法例，對販賣人口嘅人加重罰則，加強保護受害人。而委員會亦都聯同警方、社工同衛生等部門設立咗24小時舉報熱線，提供舉報同支援嘅綜合服務，俾受害人同市民利用呢個渠道嚟舉報、求助同提供情報，加強打擊販賣人口嘅效果。為咗配合舉報熱線，喺社工局嘅支持下，委員會亦都開展首項培訓課程，提升接線員嘅聆聽以及心理輔導技巧，亦都會喺3月份舉行研討會，深入探討人口販賣嘅問題。